丁尼僧尊苏陀罗啊，就是苏频陀，居于山王庇护了1400罗汉绕，书持双书赐我佛经函，加持上师救助世，加持佛法行变心身。那么这个尊者呢，就是叫这个苏频陀啊，就是苏频陀。苏频陀呢，就是我们这个藏文当中呢，就是叫这个涅瑞啊，就是涅瑞，也叫做是就是隐形者，就是他这个身体呢，就比较这个隐藏的，就是隐形者啊，就是隐形者，嗯。那么他呢，就是居在这个叫这个庇护罗的这个上王，然后呢，就是有1400个阿罗汉就是围绕着他，然后他的这个双手呢就持着这个佛经啊，就是持着这个佛经，就是加持这个这位这个尊者阿罗汉啊，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大德们呢，就让他们的这个寿命呢，就是永远的是不毁坏，就是坚固如这个金刚山，然后呢，就是加持就是一切弥勒源泉的，就是佛法如意宝呢，就是长久于这个三界当中，就是永不损坏啊，就是永不损坏。我们应该这样这个祈祷，就是发愿。也就是说，就是这位这个尊者的话呢，其实他有一些像《白夜经》当中呢，就是也有隐行者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但是这个白夜经》这个后面的故事的话呢，就是这位尊者就前面的整个故事的情节是比较这个与这里所说的是相同的，但是后面部分的话呢，好像隐形这个最后的话呢，就是被这个牛这个就是撞死了，就是所以说呢，好像就是这里呢就是在佛陀面前就是已经这个发愿，就是佛法呢就是弘扬，并且呢就是注视于这个事件当中，就是所以可能跟这个经的观点呢就是有所不同，就是应该是在白愿经白愿啊，就是因缘的愿，就是白愿经呢，就是佛说白愿经里面呢有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呢，就是我想就是应该是与这个尊者呢就是比较这个相合啊，就是所以呢就是这次用这个来就是简单描述，也就是说呢就是他这位尊者啊，就是他刚这个出生的时候呢，就比较这个奇特，就是跟这个其他人是不相同的，就是他是出生在很富裕的这个家庭当中，但是呢，就是从小的是整个这个身体啊，就全部都是遍满这个创伤啊，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怪人啊，就是整个一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些的是整个四肢都没有，有些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有现在就是好多好多，就包括在一些电视上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人。那么当时他生下来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全身都是遍满这个疮疤啊，就是创伤就是特别特别可怕的。然后呢，就是父母就是当时呢也是很苦恼，就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些什么这个名医啊，就是有很多的人呢，就开始进行对他这个治疗，但是一点就是用处都是没有。后来呢，就父母都是实在是就是不忍心，就是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就是每次都是就是把他用这个布来就是包起来，就是让他的这个身份呢，就是作为一种隐形者，就是所以人们呢就是称之为是叫做这隐形者，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就是他的这个身上的就是很多的这种伤痕累累的这种这个创伤啊，就不愿意这样暴露，就是所以呢就后来呢就是称之为这个隐形者，他在这样就是度过了很多年，就是后来就是逐渐成长之后的话呢，后来就是他的一些朋友啊，就是他自己可能私下就是有极少数的人可能知道他的情况，然后这些呢就是通过他们的这个介绍呢，就是见到了，就是说是实践当中当时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释迦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他呢不单是治这个心灵的病，而且呢就是还要这个身上的很多的这些这个怪病的话呢，就是也是依靠佛陀的加被啊，就是来这个治疗，就是这是我们在毗赖耶经的很多公案当中也是看得出来，就是当时就是佛陀的话呢，不仅是世间的这个心灵的这个遗忘，就是心灵遗忘呢，就是确实也是我们现在也是就完全可以称为是它是这个心灵的这种遗忘。然后而且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身体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医生是实在是没办法治疗的有些病呢，就是通过佛的这种加持啊，就是他的一些这个就不公的一些这个这种看视啊等等来这个治疗啊，就是来治疗。后来呢，就这个隐形者呢，就是去这个拜见就是佛陀啊，就是去拜见佛陀的时
候呢，通过这个他的非常的庄严的这种圣像啊，然后这个无比的这个加持的这个力量的话呢，他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他身上的原来的就是这些这个创伤呢，就开始这个荡然无存了，就是全部都是不翼而飞了。然后呢，就是他也是非常的欢喜，就是在佛陀足下呢，就是开始这个进行这个出家，然后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思维啊，就是在佛陀面前呢，就是听说这个无云就是皆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法门。最后呢，就是他就尽快的时间当中，以他的这个前世的这种因缘，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是锅气啊，就是我们这个佛陀的教法呢，就是锅气啊、教气啊、就心想气啊，就是分了就是好几个这个不同的时期，就是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属于锅气的原因呢，就他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获得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那么后来有些这个佛的这个弟子都是问，就是为什么他原来呢，就是这个阴性者是身体上面是有那么多的这个伤痕和疾病，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就是这个原因是这个什么啊？就是后来就是佛陀也是讲过他的这个因缘，就是很早以前的话呢，好像那个有两个上人啊，就是两个上人刚开始的时候，就像现在世间人一样，就是可能合作啊各方面的关系很不好，很不错的。后来呢，就是他们就开始这个关系不好，然后有一个商人呢，他就开始这个拿弄这个国王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先就是贿赂，就是然后就说是这个就他对诉的这个商人呢，就是犯了很多的法，然后呢，就是进行就是通过这个国王的威力呢，就是把这个人呢，就最后这个惩罚的就是整个这个全身啊，就是这个身体啊，就可以说是这个变身灵上，就是整个身体都是就是打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就是后来呢，就这个人因为就是别人的这种愿望和别人的这种殴打，就是以这个原因呢，就是他后来就是对轮回对世间呢，就是产生极大的这种厌烦之心呢。后来就是他就开始这个舍弃自己的商业，就到寂静的地方去这个出家进行修持。后来当时是没有正式的这个上师，但是呢，就是好像他获得了一种这个杜绝的果位。当他得到杜绝的果位的时候呢，他一观察就是原来呢，就是其实对他的这个愿望，对他的愿望呢，就是有非常这个直接的这个关系啊。如果当时别无缘无故的没有冤枉他的话，那就是他没有这个今天的这个成就。其实这种故事呢，我们讲白经的时候也经常有，就包括我们现在的个别的道友的话呢，可能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受到了一些痛苦啊，生活当中呢，就是受到了被一些别人的这个冤枉啊、抛弃啊，还有这个心理的极大的这个创伤啊，后来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寻找就是佛门啊，然后呢，就是从佛门当中找到了真正的正确之路的话呢，就像悟国王尊者。就是在《超绝宝藏论》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应该非常这个感恩什么这个原地啊，就是感恩就是一些这个邪魔歪道啊等等，就是对我们凡是这个人生制造未缘的这一种人啊，这一种众生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就是在佛教当中也是很值得感恩的。也就是说，刚才这个人呢，就是获得杜绝国位的时候，他就是翻过来一看呢，就是其实原来这个人呢对他的恩德很大，然后呢，就是他到他这个商人面前呢，就是实现种种这个神通神变的时候呢，他也就自己觉得是特别后悔，就是然后呢，就是进行这个忏悔。但是他当时的是说希望呢，就是不要这个也这种过报呢，就是给我这个现前我今天这个忏悔。但是因为呢，他当时的一些造的这个恶业的话呢，就是部分的这个罪业呢，就是得以清净。但是呢，就是后来还是在这个在实践当中呢，就是受过无数次的，就是别人的殴打啊。最后的话呢，就是现在也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变成了就是最后的这个阿罗汉，也就是说最后有者。什么叫做最后有者呢？在轮回当中就是转的最后一次，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说的是毕业班，就是那么从轮回当中毕业的，就是这个再也不用这个去度了，就都不用度这个生死轮回了。那么就是像这种最后有者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个身上呢，就是发生就是这种这个情况。那后来为什么他就那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阿罗汉果位呢？就是因为在后来有一个叫做是这个护光佛陀啊，就是在他面前呢，就是他受过这个非常这个清净的这个戒律啊，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戒律就是特别这个清净的原因呢，就是他这次呢，就是也是那个就是通过一个比较这个简单的因缘，
就尽快的时间当中，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等等。就总而言之呢，就是当时佛陀呢，就是他这个涅槃之后的话，就是要求让他也是在这个住在这个山王当中呢，就是护持这个佛法，就是所以我们后人呢，就是祈祷，就是这位阿罗汉尊者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就真正这个一方面就是他就是让这个护持教法啊，就是护持教法，就是确实需要就是很多的这个人和天人、阿罗汉、菩萨，还有呢。我们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加倍，就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我们现在在座的所有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对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呢，我们有共同的这种因缘啊，就是这是我以前这个翻译的这个《百年华传》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其他佛呢，就是有没有加持，有没有功德呢？就是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祈祷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因为他以前就是答应，就是摄受我们，答应就是我们这个度化我们，就是所以说呢，就我们比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佛陀呢，就是更要这个切近啊，就是更要这种这个缘分，有前世的这样的这个缘分，而且这个佛陀树下的就是八大菩萨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大乘方面的就是最大的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弟子啊，所以我们大乘的有些这个境界，像这个菩提心呐、就是还有这个就是无二这个智慧啊，就是这些呢，就是依靠观世音菩萨和还有这个弥勒菩萨，就是文殊菩萨，那么他们的加持呢，就是我们很容易这个掌握的。然而依靠这个小乘当中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一些处理性呐，就是断除这个事件的这个贪执啊等等，就是像这些境界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些阿罗汉的这个加持啊。就是也是让我们相续当中更容易生气，就是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缘分啊。比如说一个上师呢，就是跟这个某一个弟子啊，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本传的这些弟子呢，有一定的这个缘分。有很多的这种弟宗的话呢，就是对某一个上师、某一个这种这个大德的话呢，也比较有这个特殊的缘分。就是同样的，我们这个凡是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这些人的话呢。我想就是祈祷这个16尊者阿罗汉和八大菩萨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藏传佛教的这个任何一个寺院当中，就是如果在经堂里面画的话呢，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不可缺少的。然后呢，就是八大菩萨就是也就不可缺少的，还有那个这个16阿罗汉呢，就是也不可缺少的。你们不信看看我们这个去年九木大经堂，就是上面是怎么画的，就是。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没有，只是光是像什么就画什么，就是也不是，就是经堂里面也是，还有这个门口呢，就是要这个四大天王马上来了啊，下面，